我爹为了生计，为了照顾我们，所以决定去做大买卖。但我出事了，我爹说我长得越来越像我娘，一直都想我造一个知书识墨的女孩。他还想落地生根，找间私塾让我读书，就金盆洗手，不再做大买卖。那很好啊。但后来我娘染了重病，爹为了救我娘，上官府投案，希望可以换取医药费。我娘不肯，我爹又不理。想不到大哥是个如此重情重义的人。那之后呢？之后怎么样？狗官，狗官食言了。他救了我爹，连我和我娘都不放过。爹很生气，就逃出来，带着我们走了。但是我娘逃走的时候，得不到照顾，死了。其实呢，你娘亲虽然早逝，但是她有一个这么重情重义的丈夫，其实也已经得到安慰了啊。后来我一天天长大，爹说我不止样子长得像我娘，还说我性格也像她，爹就更伤心了。所以我决定不要做一个乖女孩，我要学好武功，我要保护我爹。那你爹有你这样的好女儿，也值得安慰了。所以我不可以让我爹有事。我答应你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尽力把你爹救出来的。我记得我答应过你，我说，如果你打赢了官司呢，我会奖赏你的。不过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我会将我最宝贵的东西给你。好，那些事以后再说好吗？不要紧的，日后再说吧。宝贵的东西。行了，没问题啊。行了，武艺，走吧。行了，客官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打烊了。来呢？谢谢。哎，武艺，走，打烊了。我还没喝够，来，武艺。我要喝，你陪我喝。
花季度过了，花瓣飘零，随风而散落，深深埋在心底深处，化成了一道锁。玫瑰花季度过了，爱到徒增，继续的落寞，遗落的爱不堪再回首，唯有遗忘才能从头。无一，哎，乳娘，哎，无一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昨天我可担心了一夜呀。哦，是吗？那你一定没睡好了。来，快点，快去睡觉。哎，对了，昨天晚上下了倾盆大雨，你又没带伞，你怎么没湿身呢？师姐，你怎么啦？着凉啦？不是吧？昨天下这么大雨，一尘也不归，跑哪儿去了？啊，是啊，昨天晚上下很大雨，我在树下避雨，所以到现在才回来。啊！哎呦，你真是的，你这个样子怎么上公堂啊？要不休息一下？何大人一定要将万人敌治罪，无疑有时候要策动劫狱。虽然你已经将绿林草马都吓退了，但是我又怕无疑会重施故技。再说啊，何大人也不会因为这样就把审讯的日期压后的。世杰呀，拜见老师，拜见师娘。你只要尽力就好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知道了，老师。我祝你马到成功啊！怎么这次也算是你人生的第一场官司啊？你就顺顺利利。多谢师娘。还好吧？这个最不像样。没事。娘，爹今日开堂审讯了，你一定要保佑他平安度过。爹对女儿的养育之恩，女儿还没还够吗？女儿希望有机会可以侍奉爹于堂前。如果爹可以逃过此劫，女儿必定会劝爹放下屠刀，永远都不再做违法之事。好了好了，夫人泉下有知，会保佑你们父女二人的。别哭了，我的乖孩子。爹，无一，别激动，没事的，没事的啊。贤弟，大哥这条命就交给你了啊。加油！升堂！宋壮士，你确定你的病不会传染吗？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不会传染给你的。哼，你要再在此老老糊糊，本官要剥夺你本册的壮士资格。大人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大人，今天有这么多群众，
这里的空气又不太流通，可不可以堵截一下人群呢？这个嘛，这个本壮师是不会反对的。不过本案身系数十桩人命，是否需要公正公开，还看大人的意愿。这个当然不行了啊！朝廷律例规定，群众可以当堂观审。宋壮师，你这个不情之请，本官恕难接纳。那也行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哎呀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不会传染给你的。不是。走，老爷，我还做生意呢，他们还不我，走，快点，走，我还做生意呢，走，快点，走。有什么好看的？这谁呀？禀大人，今天人群比较繁多，风也跑不进来，我请求大人加派人扇凉，以缓热气。准，照办。你怎么了，师姐？没事，不会传染给你的。万人敌，你罪恶滔天，杀人越货，奸淫掳掠，无所不为，你可认罪？呸！我还以为你只会贪赃枉法，哈！你原来是条糊涂虫。是，我是山贼，但是我却是侠义辈。我时有打劫，不过我从来都不会去伤人。还有，我才来春田县没多久，你所说的罪状，我怎么会犯呢？爹，说得好。堂下女子，如果你再干扰公堂，本官就将你一同治罪。无疑啊，等宋大官人替债主做主。啊！万人敌，我早知道你不会轻易认罪。好，我就让你死得心服口服。大人，请传被害者的亲属上堂。传孙贵、孙陈氏上堂。拜见大人。万人敌，这二位就是孙平的弟弟孙贵以及他的妻子孙陈氏。1个月前，你在南山犯案，将孙平杀死。孙贵、孙陈氏，可认得此山贼啊？对，不错，就是他，大人。就是他，就算化成了灰，我也认识。凶手，大人，就是他杀死我哥的。哥，你死得好惨，哥！呸！一派胡言！啊，姓左的，我说你根本就是在陷害我。这2个人我根本就不认识。你这是……哎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那孙贵，我来问你，你大哥是在1个月之前过世的，我翻查过安葬前的记录，他是病死的，怎么突然之间会变成被山贼给打死的呢？
因为这个狗官买通这2个苦主来陷害我爹。放心，无意，我们能看得出来。我相信宋大哥他也看得出来。哦，那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山贼，所以就不想多事。对，是这样的。那为什么孙平死后就急着火化呢？那是因为找不到墓穴嘛。对，大人是啊，就是这样。孙贵在春田县也算是大户人家，有大量的田产，而且多位先人一向都安葬于他们家中后山，无墓地之说似乎是不成立的。我想起来了，那是因为孙贵曾经说过，龙脉之地受损，所以不能当墓穴，因此才急着火化。对呀，就是这样的。那既然万人敌已经杀死了孙平了，那为什么他也不杀了孙陈氏呢？他不怕将来被他认出来吗？可能是因为孙陈氏是个女人。万人敌还有点人性吧。刚才孙陈氏说万人敌是穷凶极恶，又何来会有人性之说呢？知道了，是万人敌垂涎孙陈氏的美色。贤弟，我找你是替我辩护，你现在想害死我？我根本不认识他们，我跟你拼了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放开我爹！放开我爹！无意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宋世杰，我看错你，我要撤销你做壮士的资格。万姑娘，壮师是你们自己请的，你怎么出尔反尔啊？要取消的话，我是没什么关系。那你请示一下何大人吧。放心，我是不会批准的。大人英明啊。唯一姑娘，你们既然请了世杰做壮师，就应该对他有信心。对，说得对。宋世杰，你要是陷害我爹，我就杀了你。那实情呢是这样的，当日呢万人敌劫完孙陈氏之后呢，就把他霸王硬上弓，所以呢才肯放他一条生路的。宋世杰，你死定了！你死定了！宋壮师啊，宋壮师，我也很赞同你的说法，更欣赏你的正直。朱天，知道吗？去吧。但是你身为壮师，都没有替你的当事人辩护，还当什么壮师啊？师兄啊。公堂之上没有师兄，既然我已经称呼你为宋壮师了，那在公堂之上，我们就要分个胜负。对，左壮士啊，我还没有说完。既然孙陈氏跟万人敌有淫乱之事，那孙陈氏肚内的根本就不是孙贵的遗父子了，有可能是万人敌或者其他山贼的，所以这个孩子就不能继承孙平的遗产，甚至这个孩子都不应该出生，即使出生也要卖为奴隶。他根本没有玷污过我。哎呀，那就麻烦了。孙平死了，本来可以滴血验亲的，但也可以验万人敌的血。但如果不是万人敌，有可能是其他山贼。可是其他山贼呢，已经离开了春田县，也就没有办法验证了。那么孙家呢，在春田县是望族，不能够冒这个险，所以这个孩子也没有办法享受这笔遗产了嘛。这孩子是我姥爷的。嫂子，依我看，姑且把这个孩子给打掉。有我这个当二叔的，无论如何也会让你相中的啊。孩子以后可以再生啊。孙二哥，你真是明白事理啊。这个主意倒是不错，那就按你的意思决定照做吧。这个宋世杰是什么人呢？怎么这样说？上珠，我们信错世杰了。不会的，爹，世杰不会是这样的。不，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打掉我的孩子。
也有你的道理。不过这么一来，日后你们的遗产继承究竟是属于你，还是属于孙贵，那可就说不准了。你们两个都有道理，这件案子随时要打个10年8载，但是你们又不肯让步。不如这样，你们的遗产继承呢，暂时由何大人代为接管，等这个案子审清楚之后再归还给你们。不知何大人你肯不肯勉为其难呢？当然有些为难，不过身为百姓的父母官，我怎么也得承担啊。宋世杰，你总算是有一句话说的比较中听啦。大嫂，我看你也不希望何大人替我们保管家产吧？这件事就由我拿个主意，把孩子打了。把孩子打了？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有良心？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，你可以不要这个孩子，我却不能不要这个孩子。大嫂，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回家商量吗？你不要在这里那……大人，无需理会孙陈氏刚才的话。孙陈氏是因为宋世杰故意这样说，他才会上当。大人，请您秉公办案，无需理会。大人，且慢。实际上呢，应该是这样：孙陈氏和孙贵呢有奸情，被这个孙平知道了，所以就将孙平毒死。那他们之后呢，怕被人发觉，就讹称他呢是病死的，并且匆匆火化，直至抓到万人敌之后，又想将这个罪名嫁祸给万人敌，然后就有人怂恿他们去给出假口供。你这只是你一厢情愿的假设而已。啊！你这个狗官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你还想一手遮天呐？大人，无需理会这般刁民。宋世杰今天拿不出证据来，就说明他们是理亏。您大可秉公办案。好啊，大人。这位是屈大夫。何大人，你要的证据带来了。这位屈大夫，他本来是我们找来想确认孙陈氏的胎儿的状况的，可是天网恢恢，竟然让我们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：死者孙平是不能够人道的。何大人，请你马上让屈大夫出庭作证，一切真相马上就会水落石出的。我反对。屈大夫是你找来的人，我怎么知道他口供的真伪啊？屈大夫是本县最有名的大夫，这里无人不识，医术医德都皆有口碑。难道您还会担心吗？不妨事。何大人如果认为屈大夫不足以证明的话，我还有其他3位证人。第一位是孔昌孔大山人，第2位是广志清的关志清关老板，第3位是马天马进士。这3位都是名门望族，如果他们都出庭作证的话，想必何大人应该没什么可说了吧？善珠，你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吧，你看我们的何大人等得多心急呀！这几位证人都可以证明，死者孙平在2年前的一次狩猎行动中被黑熊所伤，故此导致不能人道。那我大概猜到了。莫说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万人敌等山贼曾经行劫过死者之外，纵使是有，孙陈氏的肚子也不可能怀了3个月。也就是说，孙陈氏这个胎儿不属于死者孙平，也不属于万人敌，而是属于孙贵的。大人，民妇一直有收藏他挑到我的情书，大可呈上来做证供的呀。大人，他胡说，大人！好了，现在终于证明了万人敌不涉及这宗案件。
那大人，我可就要查一查，究竟是哪一位诱导他们2个人给了假口供了。今日指证万人敌的案件起此一宗，虽然有可能证明万人敌与此案无关，但是其他案件足以令这老贼论罪当诛。大人，所以我申请万人敌之案明日再审。准。爹，你说师姐棒不棒？哎，贤侄啊！哎呦，贤侄，我也没有想到这厮会这么厉害，我们是低估了他。你这什么鬼话？还不是都怨你啊！你会不会查案？我看你给我那些案宗全是假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再这样下去，老子不干了！哎呦，贤侄息怒啊！我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。你看这对狗男女的奸情，他们肯定是遮遮掩掩的。哎呦，我也是措手不及呀！贤侄息怒啊！下不为例。把下一个案宗拿过来，我看看。好。好。哎呀，师姐呀，真不赖呀！没想到你还真有点功夫。我尽力而我为罢了。瞧，怎么现在又结结巴巴的了？刚才还伶牙俐齿的。这不是在公堂上，要在公堂上啊，你必败无疑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紧张的我这舌头呢就打结了。你紧张什么啊？刚才在公堂之上对峙，那么多人你都不紧张，怎么？爹比公堂还可怕啊？怎么？我那么可怕吗？啊？我比何知县和万人敌更可怕啊？我可能很少听到老师称赞我，所以我受宠若惊。你呀！我这个老师啊是很公平的啊，该赞扬的就赞扬，该骂的我就骂啊。师姐呀，你跟程峰都是我的学生啊，你们俩谁胜，我并不放在心上。只是此案涉及冤假错案，明白人一看呢就能分辨出来。我希望有公理的一方获胜。我师姐一定会尽力而为的。不过这次要多谢上珠帮我找到屈大夫还有那3位证人，我才可以反败为胜。俗话说得好，虎父无犬女，谁让我爹是广东第1名壮呢？不过今天其实挺险的，我们是把屈大夫给请来了，可是其他3个证人，何大善人根本就不在本县。那个关老板是生意人，他是不敢开罪何大人的。还有那个马进士，他近年得了老年痴呆症，连自己的妻子都认不出来了，是根本不能上庭作证的。还好何大人心虚，不敢传召证人，所以我们才能取胜啊。你呀，越来越胆大妄为了。哎，这是爹教我的，爹说的，险中可求胜。不过今天的案子过了之后，何汝大一定会再加害万人敌，以后这案子就没那么容易赢了。更何况何大人有师兄相助。唉，为什么师兄这次这么糊涂，帮何大人倒行逆施，真是让人搞不懂。唉，孰是孰非，在公堂上才能见分晓啊。程峰也是一时糊涂，看走了眼，
谁能无过呢？啊！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师兄就是不应该常跟何汝大这样的人在一起。这次他也是求胜太心切才会犯错。爹，你一定要好好规劝师兄。我的风寒好转了。这个送给你，希望你以后每场官司都能够打赢。这个算是奖励。那我谢谢啊。哎，前面还有很多惊涛骇浪呢，胜了以后再谢吧。一定不负师妹所托。小命李有才叩见大人。下跪之人，在这公堂之上，可否有曾打劫过你的人？没错，是他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打劫过我，大人，我认的是他，没错。你胡说八道！没错，我是打劫过你，不过2次我都戴着面具，你怎么认得出我啊？大人，是他自己招认的，他不打自招。是啊，我万人敌，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你以往讲的罪我不会认的。对，我打劫过他。大人是冤的。嘿嘿嘿，放心。本官从来都是和青天，自然会给你一个公道。宋世杰，现在你的犯人已经认罪，那你该无话可说了吧？啊？债主真笨，这些风头他也抢。爹一向就是这样。放心吧，相信宋大哥一定有办法解决的。大人，既然万人敌他坦白承认，那里必定有他的原因了。希望何大人能让我传召我的证人上庭作证。我没意见。准。传古三。草民古三参见大人。古三，你认不认得这位李大爷呢？认识。古三，你是怎么认识这位李大爷的呢？我反对，你的这个什么证人，跟万人敌行劫我的当时根本就没有关系。我反对你反对，我既然传召他出来，当然跟这件案子有关系的了。好，赶紧切入正题。本壮士的时间是十分珍贵的。听到没有？快！多谢大人。古三，请回话。是，那是由于这个姓李的觊觎我家田地，所以他想收许做风水宝地，小人不肯，他就捣毁我家田地，求大人替我伸冤呐！好了，那大家都听到了，这位苦主李大爷是个怎么样的人？没错，万人敌的确是劫过他，但他是出于行侠仗义，这叫做警恶惩奸，当仁不让。贤弟说得好。真有这么伟大吗？大概是吧。你不相信宋世杰，也应该相信我爹。昔日有赵高指鹿为马，今日你宋壮士也可相提并论。明明是恶贯满盈的山贼，你却把他说成是民族大英雄，荒唐！天！左壮士，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？手掌。怎么了？现在呢？拳头啊！难道变成了你的肩头不成？左壮士，你说的没错，
你一直以来看的都是我的手，问题就是什么时候你见到的是我的手掌，什么时候见到的是我的拳头？我们大家都只是见到万人敌他打家劫舍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又见过他行侠仗义、劫富济贫呢？空口无凭。我早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所以我在南山县请到2位富户出来为他作证，他们都曾经被万人敌打劫过，只要传他们出来问清楚，就会知道。等，一次性把他们都叫过来，快！大人，现在有请钱钟兴及欧阳坤上庭。小民钱钟兴拜见何大人。小人欧阳坤拜见何大人。免礼。我问你们，你们可认得堂下之人？认得。他曾到你们府上打劫吗？有。钱钟兴，你就说说当时的状况吧。当晚，这名劫匪前来打劫时，我们的厨娘在厨房里打翻了锅炉，引发了火灾。他们不但一起救火，还帮助我们的家人逃生。你看，我们并不是你们所想的那么作恶多端。世杰既然当你们是朋友，我也当你们是朋友。其实蒋小姐也是很帮我们的，上次就是她带我去找曲大夫的。小女子谢过。哎，不用，姑娘不必客气。这样就好了，箭头一致对外，箭头一致对外。那欧阳坤你呢？这次行劫时，刚巧我的妻子得了重病。若不是他亲自冒险将我妻子送往大夫处，卓今早就没命了。所以，那些钱是我心甘情愿送给他的。你们这些人真是认贼作父，是非不分。你这是，没错，万人敌的确是个贼，但是做贼也有分江洋大盗和侠盗之别。他所做的不仅仅是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简直是积了大功德。他劫富济贫的事迹，我随时都可以传个30-40人上堂作证。大人，你是不是需要这么做呢？我曾经调查过，万人敌曾经劫过21个省份，16条村，他所到过的地方，所有睦邻关系都非常的好，邻里之间也都互助互爱，不在各家自扫门前雪，而对他们的经济呢，更是有所裨益。虫要分害虫、益虫，万英雄就绝对是益虫。春田县有了他的大驾光临，邻里之间的关系都好了很多。大家看看，我们请了多少更夫和护院，大家人人都有工作，每个人练武强身，大家身壮力健。万英雄和他的山贼可真是功不可没啊！说得好，太好了！做正事，快抬他进内堂。大人，万人敌虽然有功，但身为盗贼却是国法不容的，还请大人从轻发落。对，大人是该从轻发落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对，从轻发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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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万人敌虽为山贼，但有过亦有功，杀人之罪概不成立。但本官现在判他行劫之罪，判刑8年。什么？从轻发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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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年好了，从轻发落。
大人，投机发落，群情汹涌，民心不服重新发落，重新发落，重新发落，重新发落！哎，这3年再不能少了！哈哈，大人英明啊！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。啊，哇，哎，这么快就可以来看我了？哎，只要肯花钱，没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幸亏这次宋世杰帮你赢了官司，因为我真的没有钱再帮你节育了。我说过，你是不用担心的。我一早就说过，啊，贤弟呢，他是个侠义之辈啊，跟爹一样是梁山好汉。唉，之前还夸下海口，说如果他救到你不死，就将我最宝贵的东西送给他。现在我身无分文，都不知道送他什么好。哎，钱财是小事，贤弟他不会介意的。但我不想欠人家什么，说了就要做到。哦，对，好，无疑啊，爹不能够一直在你身边，有很多事情你要自己去处理了，啊。哎呀，世杰，老师，师娘好。你现在呢做了壮师，一名天下，这些诗呢不要再做，让下人做嘛。你专心做壮师吧。我怎么能够做壮师呢？我哪有那个资格？谁说的啊？谁说你不够资格？你叫他来跟我说。你师兄够本事吧？你还不是把他打败了？那就证明啊，你可以胜任，绰绰有余，天生吃这口饭的。师姐呀，过去我一直拘泥于跟你父亲的约定，以至于埋没了你的才华。以后啊，我一定会好好栽培你的。老师啊，我只不过是一时侥幸，而且我又经常笨口笨舌的。没关系啊，我可以帮你。姐，以后督促师姐的工作就交给我了。你不能拒绝我啊。那你知道我是最想做壮师了，可是爹一直不同意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我是不会放过的。那好吧，不过老师我一定会尽力而为的。啊，好。哎呀，好啊，以后又多了一个赚钱的壮师了。老爷，外边有很多人上门想找宋世杰打官司啊。好，接，全都给我接。还有啊，以后不要那么没有礼貌啊。他不叫世杰，他叫宋壮师。啊，是。宋壮师，